之前做雞湯麵剩返半隻雞，我將佢加上呢啲傳統嘅榨菜嚟到蒸。我先用熱水將佢浸洗一下，一嚟可以去咗表面嘅污糟嘢，二嚟亦都可以去咗一啲辣味。洗咗啦，就將佢切成你自己鍾意嘅大細。我今次將佢切粗條，切好之後再用熱水將佢浸洗一下。啲雞就用基本醃料醃佢15分鐘，包括有糖、鹽、生抽同埋少少粟粉，再加入一啲薑絲，先將佢攪拌均勻，然後加少少榨菜入去，唔好全部榨菜加晒入去啊，剩返一啲，最後2分鐘嘅時候先至加入去。水滾起計，蒸佢10分鐘，蒸到最後2分鐘，加入剩低嘅榨菜。榨菜唔可以蒸太耐㗎，如果唔係佢就唔夠爽脆㗎啦。再加多一紮蔥，蒸埋最後2分鐘，蒸好啦，將佢撈勻佢。呢個榨菜蒸雞真係好惹味，好好送飯㗎。